太平岛码头整修完工，在野叫总统蔡英文领导宣示主权。国安局甲外交部是认为讲安尼并无妥当。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立委要是排定伫咧5月16要登岛考察。目前有13个南北立委报名，无任何一个民进党的立委。也那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批评讲，国民党是麻烦的制造者，互国际上认为咱台湾是起事的人。也那有学者分析。现此时南海的情势紧张，敢真正要登岛，就要谨慎来评估。中共绕台无停过，国防部23发布，正式攻击13架次绕台，其中有4架次进入西南空域，另外也有共南6架次伫台海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应应处理。另外，中共也继续伫南海有军事行动，相关区域紧张。那咱国太平岛码头整修完工，在野华社总统蔡英文下任进前登岛宣示主权，也毋过国安局、外交部认为无妥当，所以可能性无悬。也毋过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有愿决定登岛考察。既然蔡英文总统有国安的一个考量，那他不方便去，那就由我们立法委员我们大家共同到太平岛来去做考察。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排定5月16登上太平岛，关心岛上官兵，目前报名归员。国民党包括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马文君、陈永康、季卡新、黄仁、罗志强、林书明、罗树宝、郑正琴、洪小玲。民众党是有3位立委：林国成、陈昭珠、林义君。南北总计有13名立委报名。民进党蔡英文原本想要报名，考虑时间敏感，避免防就地发挥，拍下这个想法。没有任何一个周边国家会由国会大动作的率团考察，为什么国民党偏偏要扯台湾后腿，遂中国的意？让台湾成为 trouble maker 呢？立法院长韩国瑜传出避免甲蔡总统比较，为了降低政治敏感性，也无参加登岛。民进党吴思瑶批评，国民党是麻烦的制造者，学者认为立委行使职权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并无妥当，也毋过需要考虑南海紧张情势。特别是在总统的交接期前后，目前我们有看到中共有蛮多的一些错举。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去太平岛？因为你去太平岛应该有相对的护航或者是一些基建等等的这些的一个移动，是不是这个时候适合？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国防部这边的决定。针对立委516登上太平岛，甲赖清德5指控就任时间花紧，那立委考察国军爱派兵力介入，外界烦恼相关台海紧张局势，也则表示犹太国防部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